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兄弟姊妹平安，咱为着等下礼拜无受到搅吵，他将你的行动电话甲切做静音，还是甲关机，咱备办心来早起下礼拜，因为今仔日二中有即个机能的考试，所以讲咱的福音精声暂停，请走了。在一起。
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雾雾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安尼信、望、仁爱这三项继续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咱来吟圣诗，圣诗第452首，上帝听痛怎话遐大？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有缘徛定，咱要用主导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主导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领受过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正搁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命，
阿门。兄弟，咱要来交读经文第8篇，2篇27。经文第8篇。经文第8篇，我来客请咱兄弟来读。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虽然有军兵杂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前保护我，将我囥伫伊保全看捌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得到行起，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的时，求你听。你捌讲，你着翕幕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当时码头来祈祷，慈悲听世间人的天父，愿感谢你。愿学乐你至尊、至大、至圣的名。愿也感谢你至大的仁爱，为着听阮世间人，你赏赐独生圣囝主耶稣，降世行做世间人，用伊的保护洗清阮所有的罪愆，做阮的中保，互阮甲你搁好。为着拯救阮，阮借着圣囝耶稣，伊的降世，甲一解甲主你的连结。圣神也不时用未讲出的吐气，替阮来代求。阮知，阮踮伫上帝的内面，你嘛踮伫阮的内面。对安尼，阮知，疼已经伫阮的中间，完全实现出来，互阮伫审判的日，通勇敢，毋免惊，因为阮伫即世间甲基督相款，有疼就无惊吓，因为疼是对上帝你遐来，完全的疼，阮要赶出迄个惊吓，阮就知，阮着三疼，因为主上帝有大声疼阮，求主帮助阮，互阮兄弟姊妹有气力来听世间的万物，听阮所徛起的台湾，听阮的社区，听阮的厝边，虽望阮定定做袂到，主啊，求你帮助，
互阮的兄弟姊妹有主你啊来的智慧、骨力，传播上帝疼人的福音，来拯救沉沦的灵魂。主啊，求你保守看顾阮的手所做的工。这个工是为着要荣耀主的名来做的。求主你帮赞，互阮做主工的得到快乐，得到欢喜乐意，是出自心欢喜。求主加添快乐，互阮心内失志、忧闷，心灵孤单。身体软正，求主你扶持帮赞，甲因同行陪伴，互阮伫上帝的面前坦然勇敢无惊。阮安尼祈祷，是靠着听阮的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因此，正我对今仔要吟的诗是，我要来到上帝的祭坛。咱来强守上帝话记载新约约翰一书第4章的第7节到第10节。
现代台语汉罗本是伫520页，521页。约翰一书4章第7节到第10节。亲爱的朋友，咱着三疼，因为疼是对上帝来。有疼的人是上帝的囝儿，嘛捌上帝；无疼的人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疼。上帝找伊独一的囝来到世间，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对即个上帝的疼显明伫咱中间，毋是咱疼上帝，是伊有疼咱，找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这就是疼。正道，今仔日林牧师要正道题目是疼是对上帝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赏赐咱新的一天，有新的一天就有新的快乐，有日子就有快乐。咱感谢上帝，伊是一位愿意来亲近咱的神。当咱愿意拍开咱的心来亲近伊的时，伊就亲近咱。甚至是当咱伫母胎内面，咱还未成型的时阵，上帝伊就捌咱，伊就疼咱。所以当上帝的神若充满伫咱的心中的时阵，咱就有快乐来疼主、疼教会。疼人，甚至是疼咱的对象。愿咱伫信仰这条道路，是哪行哪有快乐。伫遮真欢喜，也真感谢上帝引带阮夫妇来到咱德行教会来牧会，期待咱做伙来做工，来做上帝的工，来同心合意来起造咱的德行教会。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的圣神引带阮的脚步来到伫你的面前，来到伫主你的家，伫遮阮要来孝念上帝你对阮的恩典，伫遮阮嘛要用行动、用服侍来回应主你对阮的疼。主，你疼阮世间人。你甚至找你的独生圣囝，为着阮来流出宝血，受钉伫十字架顶，用这来表明你对阮极大的疼痛，因为你疼阮到安尼，互阮常常意爱来到伫你的面前，特别伫主日的时阵，阮意爱来到伫你的家，伫遮来疼阮的兄弟姊妹，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为什么咱会当组织做伙？因为是上帝疼，互咱组织做一伙。用这首真实的歌吼，刚才伫咱中间真侪人对主的爱是
期，就开始吟这首短歌，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个，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个，听互咱自己做，咱做伙拍谱啊！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个，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个，听互咱自己做一回。有一位诗人安尼讲，伊讲当我工作的时阵，上帝就给我荣耀，给我的荣誉；总是当我唱歌的时阵，上帝伊就深深来疼惜我。伫今仔日咱的礼拜中间对头到伫即个时阵，毋知咱有感受到咱的吟诗，对会众的吟诗，到伫圣歌队的吟诗，迄种的声音透到天堂，透到天庭，迄种的。那种洪亮，迄种的响亮，这嘛是诗篇诗人用咱所讲，我要用响亮的声音，来吟诗、弹琴、唱歌，学了上帝。所以这是因为咱有上帝听伫咱的心中，递到咱咱会当用咱的心灵来表达对这位神的尊重。敬拜、学乐、感谢，基督的信仰的这个核心就是听。伫圣经内面真清楚来宣告讲，上帝是听，神就是爱。有听的所在就有上帝。伫现代台语译本安尼讲，咱着三听，因为上帝有大心听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上帝是听，伊大心听咱，这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带予咱人类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愿望甲快乐。无论贫贱富贵，上帝拢听；无论人的过去、现在、将来是怎样，上帝听，拢袂离开咱。因为上帝伊大心听咱，伫今仔日咱的启应文诗篇27篇，咱有注意到，这段经文咧讲出上帝对人类一个真深的听。启应文讲到，伫患难的日，上帝伊要暗箭来保护咱；伫患难的日，上帝伊暗箭来保护咱。伫最后，佮讲是，就算父母离开我，什么人要收留咱？耶和华要收留咱。父母离开我，耶和华要收留我。这是一个真慈悲、真有怜悯的听。咱若受到款待、收留，甚至咱走投无路，有一个所在来正做咱会避难所的时阵，咱是啥物感受？被收留、被安慰、被款待、被接纳，迄种的听，会当互人来感受到赢过世间的听，就是上帝听。赞美之泉有一首歌，安尼讲：如果你想知道，歌词安尼讲：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到底爱在哪里？爱就在你我的周围。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父母的心里。
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我们的成长生命过程中。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每个笑脸上。爱在哪里？爱在那神的爱子里。爱从哪里来？爱它是从神而来。到底疼是对叨位来？今仔日经文甲咱讲，疼对上帝遐来，因为上帝就是疼。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疼，需要知影要怎样互人疼，嘛需要知影要怎样去疼人。因为父母的疼，互咱会当活落来；因为主耶稣的疼，互咱会当诚侪上帝的囝儿，咱会当做伙来礼拜、敬拜、服侍上帝。事实上，世间的一切，包括搁较亲的亲人，咱搁较疼的人，搁较忠诚稳固的感情，最后拢会因为死亡来隔断。人有限的疼，有一天拢会消失。就亲像圣经以赛亚书所讲，所有的人拢亲像草，因的水亲像野地的花。上主吹来的风一会扫过，草就干，花就谢，人不过亲像草。那安尼，伫这个世间，敢有啥物是永远的吗？经文煞一讲，咱做伙读：草会干，花会谢，毋过咱的上帝的话永远存在。有伫这个世间有永远的一项物件，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疼要永远存在。伫诗篇136篇，诗人安尼讲，咱做伙读：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续。伫诗篇136篇拢总26节的中间，每一节的后面拢讲伊的慈爱永远存续。所以上帝的慈爱是袂消失的，是袂无去。到底上帝的疼是啥物款的疼？诗篇103篇安尼讲：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上帝的疼是慈悲的。咱若看到伫耶利米书31章第3节，上主对古早就对以色列人安尼表明讲：我用不变的疼来疼你，我要永远用慈爱来款待你。所以上帝伊的疼是不变的，不会变的，伊是永远的。希腊文用阿加佩来表示上帝的疼。这个特质是什么？是无条件、有行动，伊是完全袂摇动，佮袂改变。要安怎来证明这项？当上帝伊奉献出伊独一的所疼的囝儿耶稣基督，伊就证明伊疼咱世间人。这份的疼是无保留，是有行动的。所以疼，如果你想知道，一开始讲疼伫咱的周围，安尼咱要安怎来看出这个疼？要安怎来看见上帝的疼？真简单，大先就对上帝的创造，从神的创造，咱就会当来看见，来明白。这嘛是圣经所甲咱讲的。咱来看罗马书第1章20节，咱做伙来读，请。对创世以来，上帝永远的大能力甲圣，虽然肉眼看袂到，
毋辜通过受造的物，会当清楚看见，所以因拢袂当推责任。华语版咱嘛做伙来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勒马书甲咱讲，对创世以来，上帝永远的大能力甲神性，虽然咱的目睭看袂到，总是通过受造的物，借着受造的物，咱会当清楚看见。所以上帝是用听来创造这个世间。为什么上帝不爱第一天就创造人？上帝是最后一天创造人嘛？咱来想看卖，如果上帝第一天就造人，人有水通啉无？人有物件通食无？人有日夜通来分别来做工无？人敢会当好好来活地？想必是活在那混乱的中间，黑暗混沌的中间。毋那生活混乱，咱的灵性嘛失序，因为袂当伫生活中间袂当有停滞。所以对上帝的创造的过程，咱看见上帝真体贴人，上帝伊疼咱人。伫圣经有记载，有一个律法教师，伊来问耶稣讲：摩西律法倒一条是上大的诫命？耶稣安怎应讲？耶稣应讲：你着专心、专情、专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上大，佫是第一个诫命。第二个嘛相款，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全部律法甲神理的教示，拢用这两条来做根据。这段经文来指出，听就是咱基督信仰的一个基础原则内容。所以伫听的实践的内面，咱爱听上帝，总是咱嘛爱听家己，会当听家己，才会当去听别人。咱来看这个初代教会，初代教会圣经咧描写讲，信徒因拢组织做伙，用欢喜诚实的心做伙安那做伙食饭，甚至因变卖家己的这个田产，然后凡物公用。伫遮有一个真温馨的画面，伫咱的教会会当看见，就是伫现代教会这个爱餐，咱会做伙食饭。这个爱餐就是要来彰显听的精神。有人买菜，有人洗菜，有人切菜，有人煮饭，有人准备这个事前的准备，倒定椅啊，倒椅碗筷，有人招待，有人伫饭后来整理。信徒将教会来当作家己的家，伫遮分工合作，伫遮也款待朋友人客，伫遮伫咧展现一间教会彼此相听、同心合意这种的行动。所以一间教会要蒙福，教会要怎么样蒙福？毋是干那有一个真水的礼拜堂，才会建筑本，或者是有真侪遮的事工。一间教会要蒙福，是这间教会有实践听的行动，有听上帝，有听兄弟姊妹。这嘛是今仔日经文所讲，上帝听透过兄弟姊妹彼此的相听，来完全实现上帝的听。有一段话安尼讲，教会生活要安怎来？这个原则是啥物？就是讲，你第一摆来，你是做人客总是你若是第二摆来，你就是主人啊。
你若第3摆来，你就是萝卜，你就爱会晓去招待人，你会晓去服侍人。来，咱做伙读一摆来。第1次来是什么样？是人客。啊，第2摆来是啥物？你是主人。第3摆来咧，你爱做萝卜，你爱会晓去服侍人。你毋是搁坐伫遐等人来服侍你，毋是咧等人来服侍你，是你会晓去款待人，去接待人。所以一间教会厅要对倒位来感受咧？这个温度计要对倒位来看出一间教会这个温度真悬？有2项。第一，对咱的吟诗的声音，迄要看出这间教会的热度。迄种听上帝的心是几分吼？是10分，还是50分、80分，还是100分？对咱吟诗，因为人若听上帝，伊会想要表达嘛。啊，要哪表达？上帝咱看无，他拄所讲的摸无看无，总是对伫圣诗诗歌的歌词，迄拢是诗人作词的人，伊对上帝的领受，伊嘛是咱普遍的经验。所以咱安那要甲伊回应，要回应出来，咱用歌、用出声、心灵的声音来回应上帝的听。所以第1项对吟诗的热度，第2项就是对伫咱要怎样来接待人。啊，所以咱教会有这个接待，有招待，要怎样接待人？对遮来看出咱教会厅的实践的这个温度。我想伫咱都行教会有真水的传统。牧师当下来，咱讲是当下来尔吼，总是经过18年、19年做牧者的经验，拢会当去感受到一间教会伊的这个特质是什么。我想对咱都行教会早期、初期伫遮来的这个年历来的这个日子的中间，拢有听到这长辈伫咧分享都行教会的故事、历史吼。初期有这学生中心嘛吼？为什么要做学生中心？那照我个人的感受，嘛是为着要来听传福音，为着要来表现教会伫对青年的听，接纳因伫咱都行教会伫遮来住宿。然后会当诚做咱的主题，然后咱来表现咱教会对因的疼惜。所以我有听见真侪遮，嘛有真侪人做牧师吼。过去捌伫咱的学生中心伫遮来带读二中，伫遮来带遮的青年，到尾嘛诚做牧师。这就是让因感受到都行教会对因的疼，对教会的疼，伫遐咧感受到上帝的疼。初期咱嘛有经营，嘛有办幼稚园，嘛是为着要来传福音，来赢这个福音的经济。到伫现代咱有啥物？到伫现在咱都行教会有遮个商人的据点，嘛是因应着这个社会的需要、社区的需要，人忙来照顾着遮个年长的兄弟。互因来伫教会来感受到上帝听，也咱伫过去有遮个社区的在地等等，到伫教会会用教会做主体，有遮个逐样的团契，包括圣歌队、主日学，嘛是为着要来分享上帝的听，来传承上帝的听。伫遮嘛有教会的关怀探访。婚丧喜庆才会陪伴参加，嘛是要来表现上帝的疼。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的疼要怎样来感受？要怎样来透过教会来呈现？就是透过团契的生活，透过探访关怀、婚丧喜庆才会陪伴参加，搁较重要。嘛，透过咱一场的主日的礼拜，兄弟姊妹来到伫教会，伫遮烧热，
大家互相招呼，参与伫服侍的中间，伫遮来表现上帝的疼。因为圣经有甲咱讲，与喜乐的人要怎么样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如果你无来伫教会，你毋知影教会兄弟姊妹有啥物喜事，有啥物欢喜的代志，有啥物忧苦的代志。因为透过来伫教会，你有甲人彼此的结连，彼此的分享、沟通、讲话，你才会知影伊伫生活中间所发生的代志。伫咱教会一早来吼，就有遮兄弟姊妹坐伫交易厅，3、4个人、2、3个人坐伫遐在讲话，这就是因伫咧分享，伫咧了解彼此，伫遐上帝听，就伫中间来产生。所以听是一个行动。有一段话，我最爱这段话，伊安那讲，咱做伙来读来。凡只盼望自己热心爱主的，迟早会冷淡下来。你多顾到别人，去探望别人，你定会火热起来。这是因为顾到别人，就是顾到上帝的家，叫上帝的家得建造，所以上帝也顾到他。属灵的原则就是这样。所以属灵的原则，教会生活是安那？你若去顾虑着更较侪别人，你去关心别人，你会火热起来。这是因为当你照顾着别人的时阵，你就是咧照顾着上帝的家，你互上帝的家来得到起造，得到坚固，所以上帝自然会顾着你。这就是属灵的原则。所以咱来到伫教会，咱毋是孤单一个人，咱是甲当时的兄弟姊妹做伙伫即个家庭中间来分享。咱伫这时阵嘛，邀请咱去将今仔日的经文，咱出声去做伙读一摆来。亲爱的朋友，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子儿，嘛捌上帝；无听的人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上帝找伊独一的囝来到世间，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对即个上帝的听显明伫咱中间。毋是咱听上帝，是伊有听咱。找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这就是听。对今仔日经文总结来讲，第一，讲到听的根源就是上帝。人会听真有限，用人的听来听人，真容易来看表面，靠感觉，所以也很容易来失望、退缩。放弃，总是上帝的听是无限，咱哪会晓用上帝的听来听人？这个听，袂退缩，嘛袂失望。所以听，毋是干那一个感觉，伊是一个意志顶面的一个决定。第二，经文讲到有听的人。就是上帝的子儿，伊常时嘛捌上帝。总是若无听的人，伊毋捌上帝。第三，上帝伊怎样来显明伊的听呢？就是找伊独一的囝来到世间，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是咱基督徒生活咱的一个军队的一个上要紧来听透、来明白、来听耶稣基督的一个伊的生命的一个故事，才会伊的脚迹，就是对着耶稣基督
咱来感受到上帝、爸上帝，伊怎样疼咱。第四，经文阐明出上帝伊是主动来疼咱人，主动，所以毋是咱疼上帝，是伊有疼咱，总是咱回应上帝的疼。我想世间无人捌用伊的目睭来看过上帝，有时阵嘛真困难哦，讲要怎样来疼这位看袂到的神吼。总是如果咱会当来疼咱的兄弟姊妹，来疼咱目睭所看会到的人，其实对这步开始，咱就开始咧疼上帝啊！伫咱教会真正有真侪疼主的兄弟姊妹呢。有人安尼用插花来表明伊对上帝的疼。我相信伊咧插花中间，伊毋是干咧插花，伊嘛是咧祈祷，将伊上水的栽价来甲一草一花，拢是咧表达伊对上帝的疼。有人来煮爱餐，提早一工就爱准备呢。我想伊嘛毋是安尼遮简单，就讲来煮爱餐，伊的心开阔，为众人来服侍。我想参加圣歌队这兄弟姊妹，拜六爱用遮尔侪时间来训练，嘛毋是干那讲我要唱歌尔吼。迄心是因为着要服侍上帝，要回应上帝的疼，伊愿意付出遮的精神、心力、时间、歌声，伫遐来接受老师的训练。同款参与遮音乐比赛、摄影、交代的，阁有咱即个时阵看无到哦，阁有侪老师伫主日学伫遐咧教遮的细囝。遮的付出，若毋是因为着上帝回应上帝的疼，其实遮的工要持续是有伊的困难性。所以有疼的所在就有上帝，咱若三疼，上帝伊就踮伫咱内面。疼上帝，咱就爱疼咱的兄弟姊妹。有疼的所在就有上帝。相信当咱独行教会，互即个疼来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每一个团体来落实上帝疼安尼行动的时阵，我想咱的教会就兴旺，互咱做伙来起做，用上帝的疼来做根基，来活出疼即个实际的行动，诚做安尼有行动的教会。疼毋是干那口号，伊是一个行动。伫遮，阮牧家真感谢咱独行教会对牧家的疼吼。即个疼要安怎来表现？我想对伫咱兄弟姊妹中间表达咱的表达有分做咱的言语的表达、行动的表达、感情的表达。然后展现出来，嘛会当对咱的制度来感受到教会的疼，嘛会当对着咱逐种的决议来感受到对，若是牧师兄弟姊妹对教会对遮的事工的疼。伫遮也真感谢咱的小会吼，伊9月10月。就接纳阮伫即个所在来生活，因为我的查某囝必须爱伫8月底就转学过来伫独行国校，伫遐有好的一个衔接甲适应，所以教会毋若是无州教会，或者是咱独行教会，拢真体贴着牧者牧家的需要，所以伫遮互阮的查某囝天天会当。渐渐有真好的适应，特别伫即个国校的学习，因为咱知影牧家的囡仔对着父母要参选，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特别伫一个细汉囡仔的心灵，过去已经有甲遐的兄弟姊妹、同学、朋友真好的感情，
要安尼处理，对伊来讲，伊嘛爱有真侪的理解甲适应。所以伫遮，阮真感谢教会，互天天互阮伫遮一步一步来当真紧来进入伫即个牧会的即个生活，真感谢。所以对伫安尼，嘛感受到这就是上帝的听，毋是嘛？因为咱会当去体贴别人，是因为咱有上帝的心充满伫咱的中间，所以咱会当来体贴，来体贴。来顾念着人的需要。神学家莫特曼，伊是德国一个真出名改革中的神学家。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伊捌写一段话，伊讲：当我若听上帝的时，我就若会当欢喜活地；当我会当若直接来用全部的生命来活地的时阵。我就会当若体验着上帝，所以当咱若听上帝的时阵，咱实在是生命是哪欢喜。其实真做基督徒，毋是逐个人100%拢会当体验着上帝。有的人是用伊的理智伫咧理解上帝，用财物伫咧明白上帝。总是这位上帝，伊是一个奥秘的上帝。伊是超越咱人，所以毋是用咱人的聪明、财物所会当完全理解。要了解着上帝，要明白上帝，有一个真重要的部分，就是咱的心灵、咱的心、咱的灵，要怎样来甲上帝连线，来建立关系。所以圣经才讲，上帝伊的作为。是超过咱人所会当想、所求、所想，上帝的道路嘛超过咱的道路，所以咱来的确用咱的心灵性，上直接就是透过咱的吟诗来体验着上帝。这首歌嘛真简单。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因爱从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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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帝，阮感谢你，听是对你遐来，互阮彼此相听。对安尼的听，上帝你的听，要透过安尼来完全实现。感谢你，互阮用上帝的听来做根基，用上帝的真理做根基，来起造阮的教会。互兄弟姊妹彼此相听，活出有听的行动，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要来吟回应的诗，正诗第74首，我所亲爱的众兄弟。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对
济，咱要来奉献。周报业的即个奉献地是咱，互咱提早准备伫后礼拜。感恩节时阵，咱要行来台前。当然你后礼拜袂当来，你别用利用即个奉献地今仔日奉献。咱由慈惠执事甲明典执事来事。我来报告甲通知，未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邮报的内面遐吼。我读一遍，请咱兄弟犹原读一遍。毋是咱疼上帝，是伊有疼咱，找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这就是疼。约翰一书4章10来。安尼，咱有读到即礼拜的金句吼。即个第3页有当日，也是有时间的同工吼，请恁注意来看吼。教会消息，咱后礼拜是感恩节的主日礼拜，邀请咱兄弟全家会同齐来参与感恩的奉献。透过咱行来到台前献上咱一年的感恩。也通过即个奉献来学习过感恩的生活，甲培育感恩的信仰。请注意全体师生、青少团体做伙来参加，也请伫线顶礼拜的兄弟后礼拜一体的礼拜邀请恁来参与。第11月份，陈国成牧师、林义关牧师伫咱教会的服侍，定伫12月初8下晡的3点要伫咱本会举行就职的
的特会吼，请咱注意，这周报面顶拢有牧师的电话，若有需要联络的，请咱甲记起来吼。这个第3点欢迎牧师的参会吼，因为着要确定人数，请咱有占位，爱紧报名为关怀小组，若也未编入关怀小组，请这个行政干事来缴费报名吼。咱甲11月底10日，第4圣歌队的年会选举吼，新年度的队长是尤乃奇，委员是魏志辉、杨雅婷、刘秀英、林冰莹吼，这4位。过来的祈祷会是为着美名小组甲文字小组的代祷，请咱这2组的组员当注意来参加。过来这个拜六9点半到5点，咱要举行这个2025年全教会城的事工研讨会，请各团契的首长注意来参加。过来后礼拜日，咱要进行礼拜堂的圣诞布置，邀请社青、青年大家来做伙斗3项。过来较重要的，11月底，咱为着要互咱的礼拜堂真清气吼，总务部有发动，咱要家己来洗即个，甲这桌椅拢搬走洗，咱会去做迄款抹石吼洗的迄个无好开啦吼，邀请有10个勇士啦，讲我都无才调，你有才调来买凉的嘛，足好诶，听有无啦？买凉的嘛袂歹，这爱拼吼，规个拢爱刷，搁收，搁摆吼，征求10名以上啦，吼，这总务部讲10名吼，10名以上，这有迄落吼，请咱注意来听教会。过来，全教会4年的读经的计划，咱即礼拜是进行甲陈义理师，吼，预定伫2027年读一遍吼。过来，行政干事伫过来即个拜二吼，会请特休假，请咱兄弟注意吼。好关怀协会社是关怀协会最近有请一个公务手机吼，伫电话伫遮吼，会当来使用。伫即个11月30吼，后一个即个多路沙化的即个活动啦吼，是邀请简慈慧老师来兴趣的兄弟，刘罗宇即次来登记，并且报名缴费吼。过来团契的消息，等下妇女团契有聚会，因的题目是桌游。过来伊12月初1有一个年尾的聚餐吼，会长来报名。主日小等的礼拜煞伫4老虎堂用餐，结束又要伫6楼鱼菜共生农场吼，要来栽种新的菜苗吼。因即届要种叫做甜心罗曼啦吼，望老师同工来参加吼。过来因下晡嘛有一个聚餐吼，伫迄个逢甲云百汇餐厅吼，这已经拢有报名，若有报名的，请咱注意吼。爱准时伫5点半，吼厝海读经，每礼拜4的7点半拢伫1楼副堂会组织即届是第20课吼，信徒中间的接纳甲建立。过来兄弟团契，每礼拜六拢有即个读经啦吼，读经，阮一查经一读经，大家轮流读看你的看法吼。过来，青少年团契就是爱谈了要配合教会的圣诞布置吼。少年团契伫后礼拜的爱谈了有邀请迄个陈楚霞姊妹吼，伊本身嘛是护理师，嘛是社工长娘吼，伊要分享迄个，听讲是肌少症啦吼，运动时我先特别知影。顶礼拜有多谢王贤银长老的精彩分享啦吼。过来，社青团契，吼嘛是配合教会的圣诞布置吼。过来，具体关怀的部分吼，
咱恭喜蔡泽文弟兄甲谢婉梅老师吼，昨伊的大千金吼，甲林炳学先生吼已经完成婚礼啦。啊，咱教会圣歌队吼，嘛有前往献唱足歌啦吼。啊，特别甲谢老师恭喜啦，升价做啥？丈母嘛，吼，昨真欢喜，也毋是咧嫁啊，欢喜甲吼，真欢喜吼，咱拄着伊来甲伊恭喜一下。啊，为着要互牧师、牧家吼关怀探访会友吼，关怀部有咧积极安排即个探访的事工吼，听咱若接到就探访的兄弟吼，毋是要去恁兜甲你检查内务啦吼，毋是要甲你看你涂骹扫清气无，吼，这请咱迄落是要甲恁关心的，毋是要去甲恁检查内务啦。过来，为着新朋友吼，这讲到这新朋友，这几个新朋友吼，今仔日林牧师已经甲恁升等啊。咱顶礼拜有看到陈真生甲谢婷婷来，这对来，请你徛起来。顶礼拜吼已经伫爱餐伫七道顶啊，吼来请坐。这今仔牧师甲你升等啥，你知影无？仆人，吼升等做仆人。啊，过来，彩萍姐伫圣歌队这头一位遮，吼牧师嘛甲你升等啊，吼，你嘛是仆人，好，请坐。吼，啊，今仔日头一届来请举手，吼，啊，恁遮拢无往讲白赞，恁拢今仔日头一届来举手，大家嘛拢今仔日头一届来，敢有迄第二届来？有无？第一届来拢举手，啊，恁遮拢无拢讲白赞，第一届来啥？第一届来叫啥？人客，咱大家拢做人客，我今仔嘛第一届来，啊，无敢今仔去第二届哦，7点来一届，9点过来一届哦。啊，好来介绍新朋友啦，这嘛无新啦吼。头一位许英子，这你今仔是来请你徛起来，啊，你是迄个人客，吼人客，啊，进前伫真理堂咧聚会吼，欢迎你即马就变牧师，甲你升等做仆人，吼，请坐。今仔来拢免费升等啦，咱若去坐飞机到哪免费升等，无啦吼。过来介绍一下吼。对较远的所在，为美国回来探亲的郑林英、潘茂松，大姐甲大姐夫来伫遐聊3楼挂乌目镜，即摆为美国回来，拢挂乌目镜款，川普当选，无啦嘿，来欢迎因吼，今仔日订甲姊妹啊，敢若欠第4个无伫遮尔，吼，来这是林英吼，大姐甲潘茂松这较远的，过来。这两个病园啦吼，先介绍林龙人牧师夫妇。来，伊讲叫伊牧师公啊，伊嘛升等啦，伊家己自动升等。我今仔甲讲林牧师，伊讲迄无迄伊的名，迄林牧师啦，迄叫牧师公啊，教牧师嘛，吼，这伊家己嘛自动升等。好来，过来，搁一个，那会才拄好甲差一字的黄丁东张老夫妇啊，伫啊。这嘛毋是第一届来啦，这嘛仆人啦，吼，请坐。这伊今仔日要来监督我书会啦，另外一个要来监督，真欢喜吼！欢迎恁来正做罗卜啦，吼，欢迎恁来正做罗卜。今仔日袂来袂歹吼，拢升等，吼，拢升等做罗卜。好即个欢迎部分报告吼。抑阁有我无介绍着，我若像看到迄个左林医师有带伊个囝来礼拜吼，去伫外口吼，咱拄着吼，甲伊迄个关怀一下吼。左林医师即摆目前调去台南，吼，伊安尼调来调去，即摆台南迄个小儿科的主治医师吼，调去台南。好，阁来有啊吼，好。咱来具体的大道甲关怀，请咱为着咱家己，为着咱的所疼的兄弟姊妹，咱伫遮出声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用上大的疼，
来做阮生命的赎罪。阮感谢你的疼，疼无比即个较大的。主啊，阮感谢你满满的疼的中间，互阮感受你的疼来疼阮的兄弟姊妹，甚至疼阮的对敌。阮感谢你，互泽文、原妹因的查某囝长大成人，也找到好的伴侣。也求主祝福这对的新人，伫因的婚姻的生活有主你的疼，点伫因的中间，也为着陈牧师甲林牧师因两个伫独行的牧会，虽望头前有多的爱做的事工，主求你帮助因，互阮的同工兄弟姊妹，甲阮的牧者同齐牵手拍拼，毋是看因两个在分踏仔跳舞，阮拢无行动。主求你特别，互阮的兄弟姊妹有迄个热情，有迄个疼，感受到主耶稣的疼伫阮的中间，来甲两位的牧者同齐做工，也为着阮来参加阮的兄这教会新来的朋友，互阮的兄弟搁较认捌因，也互因伫即个独行疼的大家庭得到温暖。所以阮特别为着阮的兄弟有人久久受到病痛的折磨，有人伫病院伫开刀，也搁咧疗养。拄啊，阮有侪的苦痛，阮的心灵检采受到孤单，受到撒旦的攻击，比较阮常常软正软弱，阮苦痛无人关心。阮知你是疼人的主，主啊，你一定要找阮的兄弟姊妹来做这的心灵孤单、身体病痛的人的陪伴。主啊，求你帮助，你的疼亲自安慰、提携软正软弱的兄弟姊妹。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大疼痛。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咱来行平安礼吼。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好，也未开讲煞反吼，咱礼拜煞搁继续开讲吼。好来，咱要来吟上行的诗，圣诗510首，吟诗后，听林牧师来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